首先，我響呢度向各位拜年，祝各位響馬年龍馬精神，事事順利。馬喺聖經入面係權力同戰爭嘅象徵，喺出埃及記裏面，佢代表法老王去追殺神嘅子女，所以佢嘅名聲好差。但係喺啟示錄入面，佢被耶穌馴服咗。我哋個白馬王子耶穌騎住佢嚟到世上去拯救世人。耶穌好嘢，好可惜冇人知道耶穌會唔會響今年出現嘅。你信咗主未啊？多謝收睇。如果你有難題，記住問。有緣就下次見啦。